过来看高雄的大树是全国上大的奶子的产区。今年因为冬天未冷，药荷包的花敢若开6成左右。即马可是奶子开花人粉的时阵，真正落雨甲透南风。农民讲今年的产量会减少，这采收期嘛会较慢。一大片奶子园当咧开花季节，高雄大树是台湾上大的奶子产地。不过今年奶子开花敢若7成，甲去年9成比起来差小可。农民表示，一般拢会伫11月会慢慢寒到过当年的正月。不过今年拄着暖冬，地势天气无够寒，花开了较少，产期也比去年搁较慢，要等到5月底才有奶子通食。若要开花，药包是20多月就开花啊啦。但是即马拢反常啊，12月、正月拢无咧12，无咧20度啦，拢嘛啊无迄一工啦，你1工2工嘛无效啦，规个摆才有效啦。即马当咧是奶子开花授粉的时阵，调果率刚好，爱看即阵的天气。大春农会总干事表示，今年春天罕计有低温寒流，即马奶子已经开花，上惊天气伤寒，花蕊会冷起，地势无法度结果。气温较低，但是正当咧现花现无花，那么如果若无落雨，即个温度吼低，安尼来讲应该是算无介大影响。农民表示，伫清明节之前，奶子上惊落雨甲吹南风，但是顺利度过清明，调果率应该会有3-4成，有果玉荷包的产量会减少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